將進行男子 U14 4x100米決賽第二組，第三節度 SSCBS Team U14，第四節度 Team 衝，第五節度英華小學 A 隊，第六節度遼豐城隊。比賽即將開始，請到橫過跑道。波就話，set。真係可以，跟住佢再按落去。